依家已經係2026年嘅7月，丙午馬年正式踏入下半場㗎。如果你喺上半年嘅日子過得好似火燒心咁，忙到七彩又見唔到錢，仲要成日同人嘈大鑊，受盡委屈，咁你今日一定要聽清楚我講嘅每一字，因為整個磁場即將要大洗牌，屬於你嘅翻身機會正式嚟啦。我知上半年好多街坊朋友都同我吐槽話，玲玲師傅啊，今年真係好難捱，心情心大心細，做嘢急躁，身邊仲要多少人，甚至連健康同感情都出晒問題。大家千祈唔好灰心，亦都唔好怪自己，因為喺玄學流年氣場入面，2026年上半年係丙午火馬，火氣最極端、最暴躁嘅高峰期。烈火灼傷咗好多人嘅氣場，搞到大家都覺得卡住有力，使唔出做每件事都好似有阻力咁。有啲朋友仲出現失眠、發夢喉滯通、生暗瘡、血壓高呢啲上火症狀，工作上面同上司同事動情得夠，返到屋企同家人伴侶又容易因為少少年事爆發大吵，搞到心力交瘁。投資理財方面更加係睇住個市起起伏伏，入咗去就出唔返嚟，好似入咗無底深潭咁。但係聽住啦，玄學最講究嘅就係時天運轉，萬物有盛必有衰，氣場有極必有反。去到下半年，特別係踏入立秋、白露秋分立冬呢啲節氣之後，金水之氣開始正式進局，全局嘅燥熱火氣會被源源不絕嘅金水慢慢調和，天地間嘅磁場即刻會迎嚟一波驚天動地嘅大翻盤，金能生水，水主財帛。上半年嘅燥火被水潤化之後，原本死寂滯塞嘅財水會重新流動，所有卡住嘅項目積壓嘅問題，被套嘅資金都會喺下半年揾到出路。今集麥玲玲運勢說，我會親自為大家深度拆解喺下半年命中注定要豬籠入水、財源滾滾來嘅4個大旺生肖。如果你係其中之一，我先喺度恭喜你，你下半年嘅翻身仗真係全靠呢一鋪。但就算你唔喺呢4個生肖入面，大家亦都千祈唔好劃走，因為喺影片嘅中後段，我會毫不保留咁公開今年全屋最緊要嘅黃金轉運位同埋一個人即用嘅暗財壓底催財佈局，只要你跟住喺屋企做少少手腳，我保證你下半年嘅磁場即刻轉好，想窮都難。喺我哋正式揭曉邊4個生肖最旺之前，我想請大家做一件好重要嘅事，即刻喺下面評論區打出接財2個字，或者打出你嘅生肖。玄學講求一個信字，打出嚟就係同宇宙磁場接軌，話俾財神聽你已經準備好接收下半年嘅好運同財氣。好啦，我哋唔講廢話，即刻進入正題，睇下下半年到底係邊4個生肖陣勢爆棚。第一位要講嘅，亦都係我心目中下半年嘅總冠軍，恭喜晒屬羊嘅朋友、屬羊嘅街坊。你哋下半年真係行運一條龍。點解咁講？因為喺地支學入面，5味6合，馬年同羊係頂級嘅6合生肖。6合格局係全12生肖入面最穩陣、最招貴人、最能聚財嘅命格。只不過喺上半年，因為丙午年嘅烈火太過猛烈，火多土焦，6合嘅吉氣被強烈嘅燥火壓制住，先至導致大家覺得運勢卡滯。上半年你可能覺得貴人好似全部消失晒咁做嘢，孤掌難鳴，明明自己盡咗全力，付出同回報完全唔成正比，甚至仲要幫身邊嘅同事朋友背鑊，明明唔係你嘅錯，最後都要你出嚟收拾殘局，受盡委屈。但係一去到下半年，氣場一轉，火退金水嚟，壓住你哋嘅煞氣徹底消散，屬羊朋友嘅貴人運簡直係噴井式爆發。特別係喺農曆8月同11月呢2個月，絕對係屬羊朋友嘅黃金旺月。你哋喺下半年嘅財運係正財穩陣、暗財爆棚、雙財齊旺。如果你係做生意或者創業嘅，下半年客源會自動上門，根本唔使你辛苦去推銷，四處求人。
舊客會回頭幫襯，新客源源不絕，而且合作過程非常愉快，利潤越滾越大。如果你係做步行地產、銷售、公關、演藝呢類需要見客結人緣嘅行業，你嘅人緣運直接開掛，談判順風順水，顧客對你信任有加，簽單率直線靠升，業績輕鬆衝頂。更令人開心嘅係，屬羊嘅朋友下半年命宮入面有一粒大吉星月德入命，月德星係眾多吉星入面最溫和、最護主、慈悲心最強嘅福星，專門負責逢凶化吉、消災解厄、化解恩怨。上半年困住你嘅官非糾紛、合約合夥問題、財務壓力、工作僵局，甚至係剪不斷理還亂嘅感情矛盾、家庭爭執，去到下半年都會逐一破解，迎刃而解，所有煩惱煙消雲散，日子越過越舒服，身心都獲得極大嘅解脫。不過玲玲師傅喺度要重點提醒屬羊嘅朋友，你哋最大嘅軟肋就係心太軟，太重情義，必懂得拒絕人。下半年手頭寬裕，財運大旺之後，身邊難免會有親戚朋友過嚟向你借錢，找你投資或者求你幫忙做擔保。我喺度同你哋講，千祈唔好隨便借錢俾人，亦都唔好輕易幫人做擔保或者撐場。好心未必有好報，隨便借財助人只會沖淡你自身嘅財氣，破壞你個人嘅財富，搞到本來到手嘅錢留唔住。遇到有人開口借錢，你可以客氣咁講，最近資金都鎖，喺理財或者買咗固定資產，溫和咁拒絕，一定要守住自己嘅財富，先至可以長久發財，安享富貴。接住落嚟要講嘅第二個豬籠入水超旺生肖就係屬狗嘅朋友。屬狗嘅街坊，上半年真係辛苦晒你哋，真係咬牙得個太盡太委屈。我深知好多屬狗嘅朋友喺上半年過得一地雞毛，經歷咗大大小小嘅變動同波折，要唔係無端端要搬屋，被逼調崗、轉工、轉環境，要唔係家人身體反覆，輪時請身，搞到日夜操心，睡眠質素極差，仲有好多狗仔狗女喺上半年職場上人事紛爭不斷，小人背後搞小動作，做得多錯得多，做嘢辛苦又冇人欣賞，成個人攰到心力交瘁，氣場低迷到極點。但係大家千祈唔好忘記，2026年丙午馬年係地支上係人午戌三合火局。狗同馬係三合貴人生肖，太歲本身就係你哋幕後嘅大靠山同超級拍檔。上半年只不過係火氣過旺，三合嘅吉氣未被啟動，先至俾你白白捱苦受罪。一踏入下半年金水進局，氣場轉暖，屬狗朋友嘅命宮即刻開光。你哋命宮入面有紫微同龍德兩大至尊吉星雙雙坐鎮，大家要知紫微係帝王星，龍德係權貴福星，兩星齊聚，專門旺權力、旺地位、旺名氣、旺發展，係極難得、極具威嚴嘅頂級吉兆。對於打工一族嘅屬狗朋友，下半年係你哋上位嘅黃金機遇期。過去一年你哋默默耕耘、默默付出嘅所有努力，下半年都會被上司、老闆睇喺眼裏。你極大機會迎來升職加薪、職位亮升、權力變大、待遇變好，甚至會獲派重任，管理更大嘅團隊或者核心項目。部分優秀嘅狗仔狗女仲會被同行大佬睇中，用高3成至5成嘅薪酬高福利挖角，實現職場跳級、價值翻倍。我特別叮嚀屬狗嘅朋友，下半年千祈唔好再低調，唔好再死做爛做默默無聞。你哋性格老實踏實，向來只懂做事唔懂表達，但下半年運勢要主動把握，學識適當做 show， 將自己嘅功勞能力同成果喺適當嘅擺儀展現出嚟。把握每一個表現機會，先至可以牢牢揸住上位機會，錯過就真係要整一年。財運同家庭方面，屬狗嘅朋友下半年更加有驚喜，因為你哋命帶天喜吉星。天喜主喜慶主圓滿主添福添財，屋企好大機會迎來各種喜事。單身者容易遇到真愛成家立室，結婚多年嘅朋友好容易添丁進口喜得貴子。
亦都可能係家人事業高升、收入大增，又或者子女懂事上進考取功名，學業大有進步，為屋企帶來滿滿嘅福氣同財氣，家宅興旺，滿門喜氣喺度。玲玲師傅教屬狗朋友一個簡單又靈驗嘅催財小小動作，所有人即刻記低，返到屋企第一時間檢查廚房同飯廳所有碗碗碟碟、杯杯盤盤湯匙水杯。只要有裂痕、缺角、崩口或者磨損嘅，千祈唔好留破碗爛碟。喺風水同傳統文化入面，代表破飯碗、破財運、斷生機。長期擺喺屋企會默默耗損你嘅福氣、健康同財氣，甚至引致職場上官非口舌。即刻將呢啲舊爛器皿用報紙包好，全部丟走，換上全新完整乾淨，最好帶有金邊或者素雅花紋嘅餐具掃走，破財殺氣，新財氣同新機運先至可以源源不絕咁入屋，保你飯碗穩固，財運長，紅事要蒸蒸日上。第三個重磅揭曉，下半年偏財爆棚嘅生肖就係屬虎嘅朋友。屬虎嘅朋友聽清楚，你哋下半年嘅專屬關鍵詞就係橫財就手、意外得財。點解虎人在下半年可以運勢逆襲、財運爆發？玄學上面有講，人五半合火局，虎屬木，馬屬火。木能生火，相生有情，本來氣場係流通嘅，但上半年火氣太燥，木被烈火灼傷，導致大家處處受限，動甚得咎，成個人好似被困牢籠咁，滿身力氣都無處使。好多屬虎嘅朋友上半年投資被套，理財虧損，睇住股市或者樓市起伏波動，心態崩潰，仲有部分老虎想創業、想兼職、想揾外快。但次次起步都預咗，合作方臨門腳變卦，機會次次流失，有力使不出，有錢賺唔到。單息由7月開始，流年氣長，大換血，火氣消退，金水來臨，調和全局燥氣，水能咸木，金能削木成材。你哋嘅氣場即刻解封，運勢即刻翻身。玲玲師傅大膽預批下半年12生肖入面，屬虎朋友嘅偏財運同意外財運穩坐第一位，尤其係喺龍年9月之前，呢2個月係你哋橫財最旺嘅黃金窗口期，千祈好好把握。你哋好大機會迎來各種意外收穫，之前被套路嘅股票基金成功回本兼大賺，閒置理財突然獲得額外分紅，隨手買嘅彩票抽獎活動意外中大獎。甚至係遺失多時嘅錢財、貴重物品突然失而復得，又或者有舊欠債人突然主動還錢，無故得財，驚喜不斷。但我必須提醒所有屬虎嘅朋友，你哋天生性格豪爽、火爆、衝動心急，喜歡聽好話，賺錢嘅時候順風順水，好容易因為得意忘形、心急衝動做錯決定，或者喺朋友面前炫耀，最後白白流失財運。下半年你哋一定要記住6個字：滿星發大財。無論賺到幾多錢，遇到幾多好事都唔好周圍炫耀，唔好隨意喺社交平台晒存款、晒名牌，亦唔好隨意同人分享你嘅賺錢門路。財氣最忌外露，最忌招人嫉妒，低調先至可以留住旺氣，鎮住小人。一旦過度張揚，小人即刻上門，嫉妒同是非即刻來臨，甚至招致稅務或者借貸麻煩，財運隨即被破。另外，屬虎嘅朋友喺下半年嘅穿搭顏色都有講究，直接影響你哋嘅聚財氣場。今年本來火氣就極重，屬虎人又係木生火，火氣過盛，容易心浮氣躁，脾氣暴躁，肝火上升，判斷失誤。所以下半年喺日常穿搭上，盡量少穿大紅、大紫、暖橙色呢啲火性顏色，避免加重燥氣，趕走財神。多穿淺藍、深藍、米白、純白、銀色、淺灰呢啲金水色系嘅衣物，亦可以佩戴白水晶或者黑曜石飾物，用水潤目，以金屑火平衡個人磁場，保持心態平和，頭腦清醒，先至可以穩住財運，聚住財水，越賺越穩，越積越多。最後一個壓軸驚喜、絕地翻身嘅旺運生肖就係屬豬嘅朋友。
好多人疑惑玲玲師傅豬同馬年唔合，無六合三合，點解都可以成為下半年旺財生肖？我話你知，正係因為上半年運勢太低迷、太 backward，先至迎來下半年嘅極致反彈、觸底反升。屬豬嘅朋友，上半年真係太過冤枉、太過無辜，你哋向來為人隨和、不爭不搶、心地善良，但上半年流年煞氣擾局，導致你哋容易俾人拖累、避事請親，明明唔關你事嘅是非風波，最後都要你出嚟孭鑊承擔責任。身邊朋友或者親戚嘅爛胎子人情債無端端落到你頭上，令你耗財耗力、身心俱疲，真係有苦自己知。但係由7月開始，格局徹底逆轉。屬豬朋友命宮入面，強力吉星地解到位，坐鎮地解星係玄學中最強嘅解厄福星，專門化解常年積壓嘅晦氣、煞氣同是非氣。無論你上半年積咗幾多煩惱、推損同委屈，呢粒星都可以一一化解，幫你反敗為勝，絕地反擊，徹底擺脫萬世，迎來新生。下半年屬豬朋友嘅發財核心就係動中生財，變中得福，千祈唔好懶，唔好求穩，唔好怕變動。如果公司安排你出差、外派、跳崗、接手新項目、新叫目，又或者身邊有新嘅合作機會、兼職機會、外出發展機會，千祈唔好拒絕，唔好退縮。呢啲所有嘅變動奔波同新嘅事，全部都係你嘅發財契機、翻身機遇。動得越多，賺得越多，走得越遠，福氣越厚。除咗財運大旺，屬豬朋友下半年嘅感情運都超級精彩，滿滿驚喜。單身嘅豬下半年桃花質量極高，唔係我花一現嘅爛桃花，係穩重踏實，有經濟實力，真心疼你，愛你嘅優質良緣，好容易一見鍾情，順利脫單，穩定發展。有伴侶已婚嘅朋友，夫妻感情升溫，誤會化解，矛盾消散，相處和睦，甜蜜幸福，家宅安穩。不過都有一個小短板要提醒大家，屬豬人下半年財來得快，亦都容易無意間漏財散財，所以玲玲師傅建議大家一旦賺到錢，有額外收入，千祈唔好隨意亂使，唔好大手大腳，第一時間做歡喜破財。主動將錢使喺正途，可以買保值金飾儲蓄理財，亦都可以幫屋企更換大型家電，改善家居環境，又或者孝順長輩，自我提升。呢種主動嘅良性使費，能夠主動擋住意外破財同無端損耗，鎖緊你嘅財富，令你財來有餘，積財有道。講完呢4位豬籠入水嘅旺運生肖，好多街坊可能會問玲玲師傅，我唔係養狗苦豬，係咪下半年就無運冇機會？絕對唔係，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唔好失落。我今日專程拍片就係要顧及每一位街坊、每一位聽眾，人人都可以轉運，個個都可以發財。2026年下半年係全民磁場大洗牌，冇邊個會被遺棄，只係有人天生旺勢，有人需要後天調醒，只要識得方法，普通人都可以逆風翻盤，扭轉乾坤。而家我就公開呢個壓箱底，從不輕易外傳嘅全屋黃金轉運位。呢個方位係今年下半年最靈、最旺、最易催財改運嘅風水秘笈。只要佈局得當，無論你任何生肖、任何行業、任何運勢，都可以快速清理晦氣，提升氣場，招財納福福。大家即刻攞出手機，打開指南針，企喺屋企客廳正中心，放平手機，穩定氣場，準確找出屋企嘅正南方同正北方。大家要記住，2026年係丙午火馬年，流年當旺位係正南方，但保今年火氣過於燥烈，過盛成煞，所以南方不旺反煞，容易招惹是非、口舌爭執、上火、身體不適，絕對唔可以作為催財位。反之，下半年我哋重中之重嘅催財旺位就係屋企嘅正北方。五行之中，北方屬水，今年全年烈火當道，萬物燥熱，水為萬財之源，元物之氣，火旺之年，水即為財。邊個守住北方水位，
邊個就可以留住財氣，化解燥煞，全年順風順水。大家即刻檢查自家屋企嘅正北方方位，如果呢個位置係廚房、廁所、陽台呢啲濕氣重雜亂嘅區域，千祈一定要重點打理，務必保持呢個位置乾爽、整潔、通透，無積水、無異味、無雜物堆積。廁所一定要常關門、常抽風，保持乾淨。廚房唔好堆積油污雜物，唔好長期潮濕發急。一旦北方濕亂口嘈，財氣就會被口煞阻擋，冇辦法入屋，運勢自然滯塞。北方乾淨通透，財運先至會暢通無阻，源源不絕。如果正北方係周室或者書房，可以喺嗰度多擺放一盆生機勃勃嘅水培植物，例如富貴竹或者萬年青，用水氣帶動財氣，效果更好。最後我教大家一個極速催財、超級靈驗嘅暗財壓底佈局法，人人即用，即刻見效。準備一個全身乾淨嘅紅色利是封，入面放入2張全身平整嘅紙幣，面額越大，氣場越旺，隨大家心意準備。再加入2粒乾淨茶碧，茶碧代表生生不息、春機盎然、財氣蔓延。2張紙幣代表正財與偏財雙豐收。將呢個專業催財利是封擺喺屋企正北方嘅櫃桶抽屉入面，又或者直接擺喺自己睡覺嘅枕頭底下。呢個佈局嘅妙處在於暗旺、靜旺、潤旺，日日夜夜吸收屋企北方旺財水氣。你每日睡覺休息都可以潛移默化，調整個人磁場，化解上半年所有嘅病氣、晦氣、窮氣，慢慢積累福氣、財氣、貴人氣，不知不覺間運勢大旺，財運大開。仲有一個重要禁忌，大家一定要記住，避免無端破運。下半年屋企正東方位絕對唔可以動土、種牆、裝修、敲打、拆改。正東屬木，今年火木過旺，一旦東位擾動，會引動流年病符煞氣入屋，容易招惹身體不適、小病小痛、家人受累、是非纏身。大家一定要根記避忌，平安先齊可以發財。最後同大家講幾句真心話，好多人誤解風水命理，覺得係迷信，其實根本唔係。風水命理係古人總結出嘅環境心理學、磁場運行規律，係順應天時、調整人和嘅生活智慧。2026年丙午年係極大嘅變動之年，上半年動盪，下半年洗牌，世間萬物都在更新輪轉。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求怕改變，唔好固步自封，唔好停喺原地怨天尤人。運勢從來都撥是一成不變，3分天注定，7分靠後天投整。上半年無論幾多委屈、幾多辛苦、幾多篩選、幾多遺憾，統統都已經過去，成為舊日塵埃。只要你願意捱過低谷，願意接受改變，願意跟隨天時調整自身，願意積極行善積福，下半年一定可以逆風翻盤，脫胎換骨，打一個最漂亮、最揚眉吐氣嘅翻身仗。好啦，今集嘅運勢分享就差唔多啦。如果你覺得玲玲師傅講得貼心，講得真實，幫到你，千祈要完成3件積福接財嘅大事。第一，即刻按訂閱開啟小鈴鐺，每個星期最新最準嘅運程分享絕對唔會錯過，時時掌握自身運勢，趨吉避凶。第二，即刻將呢條滿載好運嘅影片分享俾你身邊屬羊、屬狗、屬虎、屬豬嘅親人朋友，幫身邊人轉運納福，助人者自助，積德積福積財運。第三，喺評論區留低接財接福順風順水8個字，誠心鎮住下半年所有旺氣財氣福氣，將所有好運牢牢接住，絕不流失。我都會睇實評論區，邊個生肖嘅朋友最積極最有福，留言最多，下一條片我就專為呢個生肖深度拆解整年運勢同埋專屬轉運秘撇。多謝各位街坊各位聽眾嘅收睇，衷心祝願大家2026下半年人人豬籠入水，財源滾滾，身體健康，家宅安穩，萬事順心，日日好運。我哋下期再見。